大家好，我係灰仔，各位街坊好啊！今日呢，我哋真係要坐低慢慢拆解下呢單嘢。呢排啊，呢兩日都係全香港討論區啊，或者社交平台呢，全部都係講緊啊流馬車衝去大鬧九記牛腩嗰35分鐘。咁你話奇唔奇啊？流馬車個底花到咁樣，平時大家見到佢啊，都係避之則吉。點解今次佢鬧人反而咁多人睇呢？仲要咁瘋傳呢？甚至有啲平時啊極度討厭啊馬車嘅網民，今次竟然會話：喂，呢鋪我撐啊馬車，或者係惡人自有惡人磨啊！咁其實呢單嘢背後唔係單純一個網紅發癲咁簡單，係成個香港啊飲食業啊積落咗多年嘅怨氣，同埋九記牛腩嗰種傲慢撞埋一齊啊爆出嘅火花。咁我今日就唔係講咩大道理，我主要都係咁樣分析下呢場火星撞地球啊。咁啊，首先呢，我哋要諗下個背景先。九記牛腩喺中環屹立咗咁多年，個名啊真係大。佢個名點解得翻嚟呢？除咗碗牛腩啊，最出名就係嗰個串到爆嘅服務態度啊。老闆呢，潘國興之前接受訪問，竟然講得出啊，買牛腩只係表演，唔志在錢。仲有之前嗰啲咩16蚊一杯熱水啊，最低消費70蚊，呢啲嘢喺香港人嘅眼中呢，已經唔係老字號嘅堅持，而係當啲客係狗咁樣。大家心入邊一直都有團火，覺得點解我俾咗錢食嘢仲要受理氣？但係平時大家係文明人嚟噶嘛，頂多都係上網寫下負評，或者好似馬天佑咁，即使俾人無理呼喝啊，都係默默食完咪走人咯。點知呢個時候咧，走出一個唔文明嘅流馬車。流馬車呢個人大家都知噶啦，佢係嗰種你橫佢仲橫嘅人，佢又唔怕醜，唔怕報警，唔怕同你死過。咁啊，點解咁多人睇下馬車鬧九記呢？因為馬車做咗一件普通香港人想做又或者又唔敢做，或者又唔好意思做嘅嘢，就係當面指住個老闆個鼻係咁鬧，係香港飲食界之恥。呢種咁嘅代入感啊，非常之強。網民睇住馬車喺店入邊咆哮嗰35分鐘呢，心入邊其實有一種莫名其妙嘅快感。呢種快感係來自見到一個平時恰客嘅老闆，終於遇到一個佢恰唔到，甚至令佢覺得感到尷尬同無奈嘅人。咁我哋再睇深一層啊，點解馬車呢次會贏到流量呢？其實係因為九記之前嗰啲洗白片做得太核突。之前米子去拍嗰條片，雖然主持Fiona 已經好努力想刮老闆嘅感性嗰一面，想講下老字號經營有幾難，老闆對食物有幾咁執着，但係問題係公關呢啲嘢唔係你拍一兩條片感性嘅片就抹得走大家多年受過嘅氣。咁講到九記老闆潘國興對住啲斯文客有幾兇，有幾咁大牌，點可以唔提2025年佢同TVB 個藝人秦奕明 Tony 單嘢呢單嘢直情鬧到上報紙頭版連當時嘅政府官員羅淑佩都要出聲。咁你就知呢件事有幾咁大鑊啦。呢件事其實就係我哋頭先講嗰種欺善怕惡嘅教科書式嘅案例。咁你諗下啦，Tony 係一個藝人，佢去得九記食嘢兼拍片，都就算係探店通常啲藝人都係斯斯文文陰聲細氣，唔通佢會一入去就反台咩？佢一定係想攞啲好鏡頭介紹下啲嘢食。但係咧，潘國興一見到佢咧攞住部相機，佢嗰種大地主自衛機制即刻啟動，佢指住人哋嚟啦，話人哋係商業行為，話人哋冇事前申請，話人哋影響其他客。咁最精彩嘅地方係咩？就係雙方咧竟然發生咗肢體衝突。咁Tony 事後都控訴話當時喺店入邊俾人推撞，甚至仲爆出一個好震撼嘅字眼，就叫做非法禁錮。咁你諗下啦，你去一間名店食碗牛腩，食到要驚俾人禁錮，呢件事喺香港聽落去係幾咁荒謬。潘國興當時嘅反應都係好經典，佢第一時間呢就報警反指對方個攝影師態度惡劣，出言不遜。佢永遠都有佢一套自己嘅劇本。我係受害者，係你哋呢啲外來人想搞亂我個場，想利用我個名嚟賺錢。但係點解我話呢單嘢係欺善怕惡呢？咁如果你將Tony 單嘢同流馬車單嘢一比呢，你就睇到個分別。Tony 呢，佢哋係專業拍攝，係講道理嘅人，所以潘國興呢敢同佢哋推撞，
咁唔俾佢哋走，因為佢知呢啲體面嘅人最驚就係搞大件事。佢覺得自己揸住個自設鋪位，揸住個老字號招牌，就可以喺個場入邊行使司法。咁佢覺得自己係皇帝，喺佢嘅地盤入邊咧，佢想鎖住就鎖住你，想鬧你就鬧你。咁結果咧，呢單嘢搞到連羅淑佩都要開口。羅淑佩當時講咗一句好重嘅說話，就係待客有禮是基本。呢句說話其實係直接打緊九記老闆嗰塊面。連政府官員好少會點名或者針對一間餐廳嘅服務出聲，除非個餐廳嘅行為已經影衰咗成個香港嘅形象。仲有馬天佑嗰單凍檸茶事件就係一個最好嘅對比。馬天佑係一個好典型、好有禮貌嘅香港食客，佢係睇完米子條片，覺得想俾個機會俾九記，結果呢，換嚟嘅係一個超級無敵厭惡嘅嘴臉。呢件事令到香港人明白一樣嘢，就係九記嘅惡劣服務係入咗骨，係唔會因為你拍條感性嘅片就改到。所以當馬車衝入去嗰陣，大眾嘅情緒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大家都覺得既然你有禮貌去幫襯都會俾人鬧，咁不如揾個癲過你嘅人去鬧翻你轉頭。呢個就係所謂嘅惡人自有惡人磨。網民睇到呢單新聞，唔係因為中意馬車，而係因為太憎九記嗰種老諷嘅態度。馬車喺片入邊鬧咗啲咩呢？佢就鬧九記影衰香港。呢句說話真係入晒肉。而家香港嘅餐飲業咁難做，大家都講話要提升服務質素，要對啲客好啲，但係九記依然故我。馬車用佢嗰種誇張嘅手法，將呢個社會嘅矛盾放大出嚟。雖然佢嘅行為係好騷擾，雖然佢個人本身係好有爭議，但係佢鬧嗰個點呢，竟然同廣大網民嘅心聲不謀而合。依家喺 Fat 同埋連登上面，大家講得最多。雖然馬車係癲，但係佢今次冇講錯。呢種言論其實好恐怖，反映出九記喺香港人心目中嘅形象已經跌到一個比劉馬車仲要低嘅層次。一個有幾十年歷史嘅老字號，竟然淪落到要俾一個爭議性嘅網紅嚟教訓，仲要有人拍手叫好。呢件事本身就已經係好巨大嘅悲劇。我要首先分析下馬車呢個人戰術，佢好聰明，利用咗雙語直播，一陣廣東話，一陣普通話。佢知道九記有好多遊客幫襯，佢就想將呢件事呢擴大到成個大中華區都知。佢不斷強調香港飲食界之恥，想將呢個標籤死死咁釘落去九記呢個招牌上邊。佢唔係入去食嘢，佢係入去行刑。九記咁黑人，真係因為佢觸及到香港人最痛嗰一邊就係點解我哋名店會變成咁？點解我哋要忍受咁嘅質素？好多網民話馬車雖然個底花，但係至少佢係真性情。而九記嗰老細嗰種表現論，俾人感覺係虛偽同埋高高在上。呢種真小人對偽君子嘅戲碼永遠都係最有市場嘅。馬車嘅出現係令到原本已經對九記服務極之反感嘅人揾到一個情緒宣泄嘅出口。而家喺社交平台都有分享翻話俾九記受氣嘅經歷。有人話當年我帶啲外國朋友去，點知係俾人呼喝。我有個朋友問我點解香港名店係咁，我真係答佢唔出。呢啲真實嘅動作係馬車呢條片能夠爆紅嘅真正燃料。馬車只係點火嗰個，而啲燃料就係九記老闆自己多年嚟一手一腳堆積翻嚟。馬車今次係贏咗流量，佢成功將自己同反抗劣質嘅名店呢個形象掛鈎。雖然大家依然覺得佢係癲，但係呢件事上邊佢係贏咗民心。呢樣嘢先係最令九記頭痛嘅。佢係恃住自己個零租金壓力嘅千萬自設物業，先至有本錢對啲普通客兇神惡煞。但係對馬車呢類人真係會搞亂佢個場嘅癲佬佢就驚損害咗自己嗰份資產而變咗鵪鶉。大家諗下啦，潘國興平時可以咁火爆，因為佢知道佢對住咩人。佢對住馬天佑呢類有體面有禮貌嘅藝人，或者平時斯斯文文嘅食客，佢知你哋唔會發癲，佢就可以大聲呼喝你，甚至落錯單都仲要鬧翻你轉頭。佢知你最後只會默默食完就走。呢啲就係佢眼中嘅好蝦。所以唔好再問點解馬車個底咁花都有人撐，係因為嗰一刻馬車唔係馬車，佢係所有受氣食客嘅憤怒化身。九記如果不思悔改，繼續覺得賣牛腩係表演，咁呢類型嘅踩場事件
恐怕只會係第一集，後邊仲有排演。好啦，今日就同大家拆到呢度。呢單嘢其實仲有好多細節位可以慢慢品味嘅，但係最重要嗰啲呢，我就已經講咗啦，就係尊重係相互嘅。你唔尊重個客，客就會揾個最癲嘅人去唔尊重你。呢個就係今時今日香港嘅現實。如果你係老闆，你會唔會因為馬車呢件事真係坐低諗下點樣改下個服務呢？定係繼續覺得我賣嘅係產品唔係服務？我本身咧就唔係撐阿劉馬車，我只係想睇一個囂張老闆遇到一個癲佬嗰陣時個尷尬樣。網民撐唔係馬車嘅人品，而係嗰種惡人自有惡人磨嘅結果。但係講到行為本身咧，劉馬車絕對係過咗火位，甚至係犯法嘅邊緣。如果你當時係現場嘅食客，你見到劉馬車喺度發癲，你會選擇忍受啊，定係叫佢收聲呢？咁好啦，今日咧我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啦，歡迎下邊留言討論啦。我係灰仔，下集再見，拜拜。